来看这件，是有民众伫面册来铺文章，讲到美食的马场买这个规包的咖啡豆啊，登去拍开，发现红加一角。因为这个咖啡豆的包装是用卷的，伫购买时阵无法度检查是毋是有问题。网友质疑，这个咖啡豆啊是互退货了后，佫卷卷咧打这个大纸，再佫摕出来卖。啊，卖场是回应讲，只要是退货商品，因绝对袂佫摕出来卖。美食卖场有伫咧卖食的电器、居家用品，800款，买啥着啥，数人买也买，买着人开过。民众伫咧面册铺文，讲买咖啡豆花，毋过一个拍开，就发现已经互整过，讲实在是有够坎坷的。真侪人留言质疑，规包咖啡豆花是互整开了后，佮互卷转去打纸，佮放转去卖。记者实际来美食卖场，找到同一款的咖啡豆花，咱为外包装来检查看卖。这款新的地下有互凹两派，看袂出敢有互拆开。民众投诉的咖啡包金属绳有互凹三派，无拆开嘛根本看袂出来内底是选择啥款。食品啊，看一下日期啊之类的。会。为什么会检查一下？大概这是必须的。不要说这边，我们可能一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只要一整包的东西，我们真的不可能去把它拆开呀。对啊，也不方便啦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一拆开就觉得说。OK， 民众买时，大部分拢会甲商品委员会架顶摕倒来进入检查，这边煞拄着无法度检查进行，嘛互人质疑卖场食品互人退货，安奈无互消掉咧？民众买到的到底是互拆过商品，或者是退货了后决定上价品项？卖场讲，会员退货有问题商品，照流程处理，袂阁摕出来卖。卖场已经全面检视商品，嘛会继续伫咧挂场加强宣传嘴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